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高，今日嚟到移民禮士道，為大家睇一間晉銳嘅單位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位於移民禮士道嘅晉銳大廈嘅入口大堂呢，都有休息嘅地方同埋少量嘅健身設施。今日係為大家介紹一座嘅分層大單位，呢一個單位呢，實用面積1189尺。飯廳嗰度依家就係擺咗一張6人用嘅圓形大餐台，客廳就係擺咗一套大型嘅梳化，仲有電視、地櫃同埋茶几。單位呢就係採用落地玻璃窗嘅設計，而且係附設露台。從露台嗰度可以望到出去，主要就係望返九龍仔公園附近一帶嘅翠綠遠景。單位依家呢係3房2套嘅設計。首先就係望下主人房，主人房光線充足，三邊呢都有窗嘅。而主人房呢就係擺咗張雙人床同埋梳妝台，工作平台就係喺主人房度對出。房門後邊呢仲有呢一個入牆衣櫃。主人房浴室係採用雙星盤嘅設計，浴室設施齊備，乾濕分離。沖涼嘅位置呢，除咗係有浴缸之外，仲有企缸嘅設計。依家呢，就係望一望個小套房啦。小套房依家擺咗張雙人床，仲有入牆衣櫃。小套房浴室係採用企缸嘅設計。另外呢一間客房係訂做咗張單人床，另外仲有位做書台同埋入牆櫃。客廁同樣採用企缸嘅設計。廚房係設施齊備，配備咗名牌嘅煮食爐具同埋廚房電器，仲有充足嘅儲物同埋備餐嘅空間，仲訂做咗一個 island table 可以用作早餐區。廚房裏邊呢仲有一個工人房嘅，依家訂做咗張工人專用嘅床，有工人用嘅洗手間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，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